这是咱三角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的新约福音、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，和本圣经第145页所在。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现着我来读。所以耶稣伫搬过坐前6日，到伯大尼，就是拉撒路所在的所在。伊是耶稣对死人中互伊国话的。因就伫遐为着耶稣备办阴暗顿。马大伫树后，拉撒路也是共倒的一个。玛利亚就摕一斤加贵气真的哪大香油，抹耶稣的骹，佮用家己的头毛拭伊的骹，香油的香满厝。有伊的学生一个要卖伊的，就是加利人犹大讲，啥事毋将即个膏油卖银仔300个来互送香人啊？伊讲安尼，毋是因为伊关心伫送香人，是因为伊是贼，佮管钱地偷摕所献那定。耶稣就讲，出伫伊将即个留伫到我埋葬的日，因为常常有送香人甲恁伫地，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。以上，即时请本堂柯新凯牧师来讲道，伊所要讲的题目是价值，价值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听人的悲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自持伫你的面前，互阮听你的话语，叫你拍开阮每一个人的心门，互你的话语进入到阮的心内，求你的信心亲自引带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，领受你的话语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我的题目是价值。伫要讲进前，我要大家想看卖，有啥物物件伫你的身躯边，也是伫即个世间顶面，有啥物物件，伊个价值是永远袂改变的。咱想看卖，有啥物物件是袂改变的？即摆的科技愈来愈发达，常常有新的产品来出来。手机啊，拄出来时阵拢真贵，但是过几个月了后，伊就落价，伊的价值就无共款啊。车有诶足贵的，但是伊只要一挂牌，有人驶过了后，这台车的价值嘛改变啊。哪来有人讲？安尼房地产、买土地、买厝袂改变，但是伫无共款的所在、无共款的时间，迄个厝、迄个土地的价值嘛无共款啊，嘛会改变。哪来有人讲黄金好啊？迄金足贵重的，袂改变。但是咱知伊的价值嘛常常咧改变。也是讲选石，选石。就有价值的，但是伊嘛是照着咱一个时间的无共，伊嘛咧改变。那呢，到底是啥物物件，伊的价值是袂改变的呢？才有一个故事讲，一个山内面有3丛树啊。第一丛是橄榄树，第二丛是一丛白树，第三丛是一个松树。因3个拢有一个真大的愿望，因愿望伫未来，拢会当成做因所想象的物件。第一丛树啊，伊是愿望家己将来会当成做一个底半金银财宝、迄个珠宝的盒仔，就咱讲的珠宝盒，内面缀着足多足贵重的。有一天，有人来到这粒山内面，吹，看到伊，甲伊撮落来，伊感觉足欢喜的，会当成做伊的愿望、伊的愿望会当得成。也毋过，当即个做木的人开始咧做了后，伊发现，伊毋是成做一个盒仔，伊要做一个槽，即个内面堆满了。要来互动物食的迄个饲料，伊真失望，
伊的梦已经拍破去啊。迄个时阵，伊感觉家己无迄个价值，尤其个人囥伫迄个厝的外口，囥伫一个角落内面。同款的第二丛树啊，伊毋望将来会当成做一只大船，这只船啊会当载着国王四国去游览。同款有一天，有人入来，看到伊，甲伊坐落来。伊真期待家己会使成做一只大船，也毋过伊发现，咱家己做做一只细只的船啊！伊知影家己无法度变做一只大船，伊就真伤心、真失望。第三丛树啊，伊拢生伫这粒山的上顶悬，悬悬的徛伫遐。伊毋望伊会当永远徛伫直，互人看到伊。就是知影讲，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天地迄个奇妙的，互人会当来荣耀上帝。无拍算，有一天死人来，甲伊讲倒啊，人就甲拖去，囥伫一堆无爱猪的柴堆内面。伊一失望，伊知影伊无法度搁徛伫遐。这三丛树啊，拢感觉家己失去迄个价值。因真失望，因无法度去完成因当初所想象的遐个梦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，上帝拢互咱有一个价值伫咧，互咱生活存在即个世间有迄个价值伫咧。只是咱常常掠家己的想法、家己的立场，也是讲靠着外在的环境。别人的眼光，要来确认咱存在伫即个土地、存在伫即个世间顶面的价值。想看觅，其实上帝早就为咱备办一切的物件，互咱的物件超过咱所想象的。伫今仔的经文内面，咧讲到耶稣伫搬过节进前所发生的代志。嘛是伫互拉撒路过活了后，伫伯大尼有人咧接待耶稣的食的事，有人咧替伊备办来接待伊。今仔日经文是讲有人咧备办，安尼到底是虾米人咧备办呢？最近这2礼拜，我有机会去到桃园的荣民医院的安宁病房。去做志工，因互我真做因一个团队内面的关怀的志工的牧师。伫去几届了后，我对着因病房的主任一个杜医生，伊咧巡房，咧看，咧关心因，毋但关心迄个病人，同时嘛关心因的家属。伫甲因个交谈的中间。伊除了伫医疗顶面来指示要安怎，互因会当互这病人会当得到好的医疗以外，伊甲因的对话中间，嘛互因知影因的身体的状况，嘛去明白了解因心内的状况。搁较特别的是，伊会去关心因的灵的部分，因的信仰的部分，所以拢会介绍讲，这是阮团队的牧师。你若有需要，你会使甲伊讲。伫几摆的内面，我发现这个主任甲因的对话内面，拢常常会问因一句话，问因讲：你备办好啊未？也是问因家属讲：你毋敢备办好啊未？这时因心中有动荡，有毋甘，拢会流露出来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面对死亡要来到的时阵，无论是咱家己还是亲人，咱拢有同款类似的反应，咱的心情拢会真震动伫。所以咱即马就要开始备办，咱要去面对一定会发生的这个代志。伫普通时啊，伫咱的生活内面，咱拢会计划足侪代志的。咱会当计划3月份要做啥物，4月份要做啥物，
咱会当照着咱所计划一步一步去完成。但是面对死亡，面对耶稣搁来的时，这是咱无法度去掌握，无法度去知影伊什么时阵会发生的。上帝陪伴耶稣来到咱中间，伊陪伴耶稣来到咱中间之前，伊先陪伴着惊失的约翰，来为耶稣开头前的道路。所以约翰安尼讲我是用水甲恁惊洗礼，但是有一位比我能力搁较大的人要来，伊要用信心甲火甲恁惊洗礼。上帝陪伴耶稣，要来拯救咱，要来拯救咱所犯的罪，咱陷落伫迄个罪中间，无法度脱离的即个代志。所以耶稣真清楚知影，伊所要面对的是啥物代志。所以伫耶稣，伊伫人生上尾即个尾站的路程的时阵，伊来到耶路撒冷过半过节。咱对约翰福音第11章57节内面会当看到讲，其实迄个时阵，迄个社会的执政者，甲伊当做一个犯罪的人。57节内面安尼写讲，遐个祭司头甲法利赛人已经发出命令，若有人知影伊伫倒落，就来报，互因通去掠伊。耶稣到迄个所在，人真多，足侪人拢要去到耶路撒冷来过半过节，所以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伫迄个城内面去有一个所在通过过暝。伯大尼是耶路撒冷城外一个镇，迄个所在就是侪人会当去遐过暝的所在。伫耶稣一开始传道了后的这段期间，咱会知对福音书内面常常去看到，伊接受人的邀请，去赴宴社。耶稣知影遮个人邀请伊去甲赴遐个宴社，伊的动机是啥物？但是咱伫今仔经文内面所看到的，这是一个真单纯，敢若要是招待耶稣尔的一个宴社。经文讲，耶稣去到伯大尼，有人为伊备办。经文无讲是毋是伫玛利亚，还是马大，还是拉撒路来因的厝。但是伫马可福音14章，甲马太福音26章内面，拢是记载，即个是伫西太子的西门的厝的内面。所以伫咱今仔所读的约翰福音内面，玛利亚、马大、拉撒路拢同时阵来出现，因伫即个所在甲耶稣做伙来接待耶稣。咱若伫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内面，咱会当看到马大伫迄个时阵，伊当咧为耶稣、玛利亚甲军队耶稣遐门徒咧准备食物的时阵，迄阵伊的心感觉真烦、真压榨，所以伊就安尼讲。主啊，我的我的姊妹放我家己咧忙，你无要紧吗？就介意来帮助我。迄个时阵，伊可能真有热心，但是为着遮个代志，伊对伊的妹妹来生气、来抗议。然后耶稣甲讲：马大，马大，你着为侪代志挂如云了。若是所欠的，是一项尔着，因为玛利亚已经经好的婚约，就是袂互伊抢得的。听到安尼耶稣安尼讲，我想马大伊明显的知影，伊学习到这个功课，所以伊对安尼，伊就退到幕后去。伫今仔经文，伊佫出现，咱看见伊佫咧服侍。伊无一句埋怨的话，伊的服侍无停止，但是已经学会晓啊。伊学会晓是，伊对伊的心内无搁感觉真烦。当伊咧准备遐食物咧招呼人客的时阵，伊伫边仔咧招待，
伊就真实际将伊听耶稣的迄个爱，为伊的行动内面，为伊的双手来做一个服侍。伊对心内真正去领受到迄个奉侍的意义，伊就用伊会当的来接待人。耶稣路甲耶稣与其他的人去做伙用餐，就是咧显明主耶稣迄个固我的信心，先大声来表明。所以伫上帝救赎的计划内面，无论是迄个时阵的马代、玛利亚、群众、祭司、法利赛人，还是总督，还是兵丁，无论啥物代志，伫上帝计划内面，伊拢是要互咱去明白迄个永远不变的疼。也毋过，常常咱的眼光，敢若是看到家己的身躯顶，敢若是关心到俗世顶面遐个钱财尔尔，也是名声，也是地位。我讲袂记哩，上帝早就为咱备办一切咱所需要的稳定。这就是咱人的眼光。咱的眼光看到玛利亚的时阵，咱会讲玛利亚到底咧做啥物？伊为虾米要做这项代志？但是咱对今仔的经文，咱来注意看，玛利亚伊是拍摆伫耶稣的骹前，等去到进前伊甲耶稣互动的迄个状况内面。伫过去伊真超凡的时阵，玛利亚学习到一项功课，因为耶稣甲讲过，嘛是值得咱学习的，就是咱必须要用时间，将迄个时间分别做成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听伊的教示，接受伊的教导，而且注目伫耶稣的身躯顶。玛利亚伫迄个时阵，伊伫耶稣的骹前。当列撒路伊死的时阵，伊感觉真心情真震动的时阵，伊嘛是伫耶稣的骹前。现在，这个时阵是接近耶稣要受难的日子的时，伊悠然来到耶稣的骹前。所以，当伊做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咱敢会当明白伊所要做的吗？若无主耶稣线接来的解说，咱敢法度明白伊的意思吗？伫当时，若有人客去到厝内底的时阵，一入门就有人拍水为人客来洗骹，来甲伊清洁，然后就接待人客入去厝内面去用餐去住。所以，当耶稣来到遮的时阵，玛利亚伊的心中，伊咧想的是，伊要将迄个早就准备好迄个香油提出来。这个香油是真贵重的香油，伊需要准备真侪的时间。玛利亚将这个香油倒伫耶稣的骹，佮用头毛甲切。这个要付上真大的代价，是一年的工资，是一年的时间。是一个坚持无放弃的心，为着就是要等待将这个香油献上伫耶稣的身躯顶的这个时刻。耶稣接受了伊的奉献，耶稣知影伊的心意。咱常常讲，咱疼人，咱爱一个人，也毋过有的人讲，我爱你是因为我有足侪条件代价。那安尼咧计算的时阵，这个爱都毋是真正的爱。所以耶稣的门徒，伊看见玛利亚将这个香油倒伫耶稣的骹顶的时阵，这些门徒伊心中拢感觉真可惜。只是犹大就出声讲，这个香油为什么无要卖300个银啊，去救济遐送香的人呢？其实犹大伊的心内，甲伊嘴讲的是无共款的。伊可能心内讲，这香油遐值钱，你来卖互人，也是摕来做其他的路用，拢真好啊。但是伫《申命记》第15章11节内面，圣经内面安尼讲，因为伫遐所在的送香人因未断，所以我命令你讲，伫你的境内
的确对你的兄弟送向的、欠亏的来开你的手。帮赞送向的人是啥物时阵拢会当做的代志。所以伫今仔经文咱所看到的，耶稣要表达的是，门徒若要耶稣来表现迄个真正的爱的时阵，伊必须要伫耶稣互人定伫各个他实力嘅进前，就要来表示，嘛是互咱记咧，凡啊属伫主的工的时阵，为主做工的即个代志，咱拢爱放伫头前。因为真侪为主做工的机会来的时阵，咱还无把握无，伊就过去啊。过去了，咱就真深深的后悔，讲我哪会伫迄个时阵无来为主做工，无将即个福音的好消息传互我边仔的人知，至到伊无听到。咱嘛看到耶稣对犹大的信任，伫约翰福音书第6章第70节到71节。内面讲，耶稣知影，伫遐讲，耶稣应讲，我兼毋知经恁12人，伫恁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啊！伊讲安尼是指加略人西门的囝犹大，因为伊是12个学生的一个，特别卖伊的。耶稣真清楚知影，犹大要甲卖，但是耶稣阁互犹大来管理。因的钱财，成做一个思考。我想，耶稣可能要毋茫安尼来感化伊，互伊有一个责任感。耶稣敢若是咧对犹大讲：我只有一件代志要互你做，证明我需要你，我愿意来使用你。虽然上尾犹大互耶稣失望，也毋过，互咱会当看见的是。耶稣愿意用一个人相信伊，无论这个人行偏差还是安怎，耶稣拢愿意用正面的眼光来看待伊。咱伫犹大身躯顶，咱嘛看到一个试探，伫的身躯。若是讲犹大无迄个管理钱财即个温事的时阵，我想耶稣袂叫伊做管理钱财的思考。伫一个神学家魏斯科，伊对这段经文的解说内面，伊安尼讲：伊讲一个人的专长伫倒位，伊的试探就伫迄个所在。实事讲，一个人伊真后管理钱财，所以伊就会将迄个钱财当作是即个世间上上重要的物件。实事有一个人常常徛伫官位，伊的地位真悬。所以伊会试探，而且会常常去争取迄个名声。一个人的温事伫倒位，伊会试探有可能嘛伫迄个所在。犹大有管理钱财的温事，所以变到真爱钱，伊阁会偷摕钱，上尾伊阁为着钱来卖耶稣。那即个钱，伊的价值到底是啥人互伊的咧？我遮。一张1000块，若较近的人，你会使看到，顶下有一排字，伊写“玩具便条钞票”，伊有价值无？我遮阁有一张1000块，这张是正的吼，然后互恁看者吼，伊的价值是偌济？毋那安尼尔，我遮阁一张美金，伊是1块。那咧，我问，这3张纸，伊的价值到底啥物较悬？倒一张较悬？中啊一张。那咧，咱来看，这张钱，伊的价值是咱人互伊的价值，是政府互伊有即个价值，互咱会当来使用伊，来买咱所需要的物件。也毋过，这是咱人所看的。咱每一个人，咱拢看到人的外表尔。所以，玛利亚所做的这动作，伫咱人的眼光内面，咱看到感觉真可笑、真浪费。
咱会当甲转做其他用途，毋知有偌好啊！所以伫诗篇内面有讲，上帝看人毋亲像咱世人咧看，咱人是看外表的，但是上帝一看是咱的内心。所以上帝有伊的计划伫的，是有法度，有时啊，咱无法度去明白了解。所以伫上帝计划内面，耶稣真清楚，伊要来到这个世间，伊的目的是啥物？嘛知影家己需要去完成的工作是啥物？所以当玛利亚用这个香油倒伫伊的骹的时阵，犹大出声讲话，耶稣就讲，互伊去做，因为伊是为着我安葬的迄个日咧做的。玛利亚真疼耶稣，伊知影耶稣伊是王，伊是主，耶稣嘛知影，所以耶稣就互伊安尼做。耶稣就煞接讲，我无常常甲恁伫地，但是送香的人常常会甲恁做伙。这个世间上有侪送香的人需要咱帮衬，咱需要将咱的有诶甲因来分享，尤其是上帝会听福音的消息。耶稣伫世间上的工作，伊要完成，所以玛利亚无阁有机会来做即个服侍，用香油抹伫耶稣的骹顶。所以这嘛是提醒咱来警醒，若有属伫罪主最刚的遮的代志的时阵，咱千万爱把握，随时就讲我来做，毋通延前咱会当为主最刚的机会。咱可能过去咱拢想象，咱会当做啥物，我要完成啥物。咱想看觅，拄仔开始我讲的迄个故事，三重树啊，因甲即个阶段，甲因进前所想的无共款。也毋过上帝对因有特别另外的计划。第一丛树啊，伫侪年了后，有一个时间，玛利亚甲约瑟要生一个婴儿啊，因无找无所在通住，就到一个旅店内面，嘛无房间，只好住伫马槽的遐个所在。当小小耶稣出世了后，因将耶稣放伫马槽内。这个马槽就是迄丛树啊所做迄个马槽。本地这丛树啊，因毋望伊会当得到足侪金银财宝伫咧。也毋过上帝对伊有搁较特别的计划，伊即马所得的是上珍贵的至宝——上帝的囝儿。几年了后，耶稣大汉，当伊需要一只船啊，伊要过迄个湖到另外一边，伊无经一条足大的船，叫水的船，伊敢若经迄只细只的渔船啊。即只船啊，伊有本地毋望会使载着国王四国去游览，但今仔日，伊载着万王之王。搁过几年了后，3年久的时间，有一阵罗马兵丁来到遮无爱伫的插堆内面咧找物件，找着第三丛树啊！第三丛树啊，想讲，等下啊，我要互人测做茶，摕去烧啊。也毋过遮个兵丁，甲创修理了后，甲切做2段，做一个十字架。耶稣为着咱世间人的罪，互人钉伫十字架顶，第3日救活。这丛树啊，原本是想要徛伫关山顶面，互人去看到，伊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奇妙伟大的表现。今仔日，伊成做一个十字架，世世代代拢咧甲咱每一个人讲，上帝对咱人的疼甲怜悯的故事。上帝对咱每一个人
拢有一个真美好的计划伫咧，可能比咱所想象的搁较大，搁较水。有时咱可能会掠家己最中心，咱拒绝伊。但是你若愿意，互上帝来使用你，你愿意去掠到迄个机会，我想上帝迄个美好的计划，来向你甲我来展开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一个麦仔若无落伫土里，犹原是一粒；若是死，就结出侪的籽。咱所存在伫即个世间顶，就是要为着要回应上帝的恩典，这就是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价值。对创世纪开始，当咱人伫爱甸园内面违背上帝命令的开始，其实上帝听无离开咱，上帝犹原用动物的皮做衫来保护看顾亚当甲夏娃，伊嘛用多方式在时时看顾保护咱，伊嘛咧等待咱悔改来到伊的面前，伊嘛引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进入迦南地，伊嘛互多先知来传讲伊的信息，伊搁较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咱人，成做咱人的救赎，为咱牺牲。上帝所做的这一切，拢是要互咱人知影咱犯罪了后，咱会当悔改来到伊的面前。这就是上帝恩典，一直拢伫的。上帝一直不断咧呼召咱，甲伊同工，来将耶稣基督的这救赎的恩典，互人众人拢听到、拢看到，然后来信靠伊。那呢？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呢？咱领受恩典，正受呼召，成做上帝囝儿了后，咱拢敢若有一个唯一的使命，就是来传扬上帝福音。上帝透过真侪信仰的前辈，用无多的方式，互咱今仔日会当坐伫遮，去领受上帝恩典，互咱会当咱伫咱生活内面，会当有上帝保守甲看顾。所以，咱必须要跟对耶稣的脚步，沿续咱信仰前辈，用迄个火热的心，用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迄个恩赐，互咱的恩典，将即个福音继续传伫台湾，传伫桃园，伫你的社区你所徛起的所在，伫你身躯边的人，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教会伫即个代志顶面，嘛伫内部有办侪训练课程，嘛有真侪事工，会当互咱来参与，会当互咱接受装备了，来传扬主的福音。无论是伫咱原本每一年度拢有的固定的事工以外，咱每一年拢有侪无共款的事工，而且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参与。所以，当有人来邀请你的时阵，邀请你来参与其中的一项的事工的时阵，迄个时就是互你有份参与伫上帝救赎的这个计划内面，而且佫是将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迄个生命的价值，会当完完全全的来显现出来。所以，咱存在的价值，就是要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。这礼拜是受难周。我们透过每一天的读经、祈祷，互咱伫这段时间内面，咱会当搁一摆去思想上帝救赎的计划伫你的身躯顶到底是啥物，以及互你的使命到底伫啥物。然后，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咱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听。咱同心来祈祷。
疼痛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知你时时刻刻拢甲阮同在。你互每一个人存在伫即个世间顶，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伫无共款的时间内面，阮拢有共款的目的，就是要将你的好消息、你的听，甲人来分享。因为你互阮每一个人有一个真特别的价值，愿你互阮人看重即个价值，互阮每一个人都会当尽忠来服侍。愿主看顾保守阮头前的路站，互阮伫每一天、每一个时刻、每一个所在，都有人来布用你的好消息。阮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新的诫命，阮要同心来回应，讲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你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，亲像听耳。这两个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伊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